妹怎么的？怀孕了吗？哎呦我的个妈呀！看，你看，你搞啥？别干嘛？别浪费。给我吃一碗。不给，你看没了。你是哪恶心？讨厌你！给我吃了，给我吃了。你他妈的操！妈，你啥来的？刚来不大会儿。睡迷糊了。别睡了，哎，学牛叫。谁别毛操！我疼啊！哎，好，就是这个力度啊，再使点劲儿，媳妇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再使点劲儿，保持笑容。哎，好，再拍响一点儿。误差了！哎呀，不操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快！别烧！吴三哥，咋的？什么他妈闺蜜？什么他妈朋友？东北天有多冷？你老公上商场给我买干飘，怎么了？你个臭人妖啊！你各位我老公都这么理直气壮，你他妈没地方了你！大手！哎呀，各位我老公，把你们哄！我操，这是干啥呢？空手套，穿这空手套。有100块钱没？有呀。我能不在碰箱子的情况下，你放在下面，我能把它变没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变没了归我了啊！一百给你变没了。啊！来变。变！你再看看还在不在？你看一下。在。归我了啊！别。哎呦，投完这2车又可以买只肉吃了。开不了吗？对呀，刚刚都开了，怎么现在都开不了？用我的吧。哎，你怎么有我车的钥匙啊？那肯定，那是我的车。啊！错没错？谁让你要喝这么多酒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下次再喝这么多酒，你就一直搁这喝着，听见没有？姐回来啦！干啥你？干啥你？干嘛呢？怎么又喝酒了？还欺负小心啊？干嘛呢？不让欺负啊！打我！正眼说瞎话，我都看到了，还说瞎话。喂，阿毅哥啊，我行日抽啲慢慢落奶下牙呀，我攞送一田我。好的，那我等下买东西啊。行了哇。是假贵啊。啊，坐住啦，唔講過啊，開茶每熱天要注意，我小心就抽黃年卡。剛剛先冇看到啊。紅茶啫。
炒龙嘛。妈可以插門啊，作為我三先食，看哪個做是威爽啊！可以嘅先嘅食，還是算呢算呢，阿弟還白炒。哪個做是威爽啊？哪有我？哪個做是？